各位，我今次講嘅題目係叫做名字加強版，主要係因為我發現我漏咗幾個親戚朋友嘅名字，我覺得係需要補返上去嘅，所以你會睇到我上次講名字嘅小部分內容。而嗰個足本名字，其中最收尾嗰4對人物，就係我漏咗嘅親戚同埋朋友。每一個人嘅名可能都有個意思嘅，所謂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改名嘅人，無論係你嘅親人或者係邊一個人，可能都對你有一種嘅期望，所以咧好多時名字係會有相同嘅。在我所認識嘅朋友之中，都有一啲朋友係同名嘅，但唔係同姓，所以咧我覺得好有趣，我將佢列咗出嚟送俾大家，同時俾你知道喺你心中，喺我心中，你嘅名對我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各位好，我嚟到呢一度好多人嘅地方，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餐廳，同埋近住海邊，又可以有裏面，又可以有外邊。我今日喺呢度錄影，係因為我想補充一下我上次個視頻 YouTube 嗰度我講名字嗰樣嘢，因為我發覺我漏咗好幾個朋友相同嘅名字，名字係好緊要嘅，所謂人如其名。亦都係表示改名嘅人對佢哋一種嘅期望。咁有啲人話：哎呀，我個名好普通啊，好多人都改嘅，就係因為好嘅名先有多人改啊嘛。所以咧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。咁我希望我今次補充咗咧，能夠更加全面。多謝各位。DeepSeek 呢一個 app 係我哋本國嘅發明，咁佢嘅中文譯名呢，就係深度求索，有啲人讀深度求索，索取索取，不過我比較喜歡讀索。咁其實佢係採自屈原離騷裏邊嗰2句：路漫漫而心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咁呢個 DeepSeek 你可以查好多嘢，而且佢係快而準，好快已經將你要揾嘅資料俾晒你，非常之詳盡，係比喻你不斷嘅探索嘅科研。但係我曾經查過名字，就將你嘅姓名每一個字都分析得好詳細，引經據典。但係有時你會覺得有一啲比較係自圓其說啊，多數都係正面好嘅嚇，因為名字呢一件事咧比較上係多啲人係認為呢個名好，咁先至用啊。咁有啲人亦都係查過字典啦，或者好多嘅情況去決定嘅。咁至於其他嘅事情，我就未有機會問到，或者我未有機會按呢個掣去
揾出個答案。不過其實都係好有用嘅，始終我哋自己都要靠我哋嘅腦袋去斷定邊啲係啱，邊啲係比較上近乎多啲自圓其說嘅。琴晚喺一個音樂會中，我巧遇一個美華，咁美華亦都係我親人嘅名字，所以應該係第5對嘅名字啦。但係因為我已經錄影咗啦，我就唔再錄影，所以咧我就簡單咁樣加咗喺呢度。咁名字真係一件好奇妙嘅事，我冇寫到一啲名字，因為冇相同啊嘛。咁在我嘅心目中，佢哋都係好重要嘅，佢哋都係我嘅朋友，我嘅親人。我感覺到能夠做到呢件事，雖然唔係做得好好，但係好愉快嘅。多謝。